这边之前是属于人工湿地的部分，那人工湿地的部分的时候，其实它的运用价值跟我们社区的连结运用价值几乎是零互动，步道也好，或是休闲也好，哈，它没有符合比较我们社区的需求，那所以变成说一下雨就会积水，那附近的居民就没有办法来这边使用。那经过跟市政府还有一些地方议员的争取，希望说能够另外再把这一块那么大的一个3.5公顷左右的湿地，可不可以再利用啊？然后让我们的地方可以有更好的活动空间。所以后来公务局他有来找我们里长，就是有规划一些设计蓝图，然后让我们做参考。包括这个招牌的设计，湾里招牌的设计，它有选颜色，那我们也是选这样子比较可以有活泼的颜色来代表。所以这个公园的启用会带动我们地方的一些居民更多的使用，所以我觉得是一个我们很期待。那现在已经开始可以启用我相信附近的居民它的使用频率会更高，这就是我们想要的，我们地方想要的。掌握施政3分钟，台南进步向前冲。我们今天特别来到这个湾里休闲公园的开幕。那这个地方原来是一个人工湿地了。那在10几年以前大概就慢慢失去了人工湿地的功能，之后反而就变成一个环境的一个脏乱点，蚊虫滋生。那对于居民或是一般附近的民众，坦白讲，他们都会有一些想法，因此呢，我们就花费了大概3000多万，除了把这个湿地改善，成为一个湾里休闲公园。那这样经过这样华丽转身，不管在特色游具上，或者说在生活环境的优化上，把一个环境脏乱点变成一个环境的亮点。那这个部分我们还会再加强努力。基本上在南区，我们已经好几个大型的休闲公园，譬如健康休闲公园，譬如这个港滨历史公园，譬如黄金海岸的这个公园，公65、公66，还有竹溪这边。事实上，我们在环境的优化上费了相当多的这个心力，但是也无非是希望提供给民众一个好的环境。那另外，在南区过去常常发生的淹水部分，我们也希望能够获得相当程度的改善，让民众路要平，不要淹水，那生活有公园，这样子的部分一步一步的努力，让优化市民朋友们的生活环境。大家好，我是陈碧纯，欢迎收看8月1号礼拜一的中嘉台南地方新闻。台南市会第3届第8次定期会上午进行审计处总决算审核报告，由审计部台南审计处长陈三明应邀列席报告。会中除了针对总决算审核结果提出说明，另外也列出几点需要改善的政策，其中绿列市分布调查甲移除的工作。审计处认为成效不佳，需要改善。议会定期会上午听取审计部台南审计处的总决算审核报告。审计处表示，虽然台南市政府连续7档3成税基的剩余，但自筹查员占税率的决算比例却是5年来上低，而且各机关的开源计划执行效益嘛每年来减少，加上部分的机关税出的预算实现率连续3档无达到8成，因此建议积极来开辟自有的财源，并且提升预算的执行效能。另外，在防治外来种、绿鬣蜥危害，减少对生态的冲击，审计处嘛认为移除的成效无好，并且引起这位议员的关心。你对于晨曦，你对晨曦超过1米的。这只晨曦特别是有繁殖能力的，其实它这个动能的这个枪是没有办法解决的。你政府又不开放，你其实可以做一个某种程度是专用的一个管制开放的话，
那就是都要去登记干嘛？这样也许是比较有机会，不然只要它超过20公尺，超过1米长的，它打不下来，打不下来怎么办？这个绿鬣蜥它大概每年大概3月4月左右是繁殖期，那繁殖期，然后它大概可以有所谓大概60到70颗的卵。那60到70颗的卵，它每次孵化到5、6月份孵化，大概可以有30到40的这个孵化率，也团是紧的。你今天下游再怎么样去抓那个小的，在中小型再怎么抓，可是问题是那个源头没有办法抓，就像说农业局在管制所谓的游荡犬猫的事情也是一样，你源头没有办法管理来讲，这个东西只会不断散开。所以从一开始的3亿公顷这个地方，先慢慢往北。往南北、往东侧这样去慢开，甚至盐水溪这个地方，盐水都已经受到侵扰了。我们曾经在2年前因为民众通报看到绿鬣蜥，我们到现场去捕捉，也看到就是业者在捕捉过程中因为他的枪好像力量不到绿鬣蜥因为太会跑了，够高远因为他就是去休息在那个树上。这个真正伤远，拍袂到，那个枪力就火力不足了，所以绿鬣蜥就很会跳，所以这一定看到的现场看到真的是成效一定会不佳，而且绿鬣蜥它是外来种，它的繁殖力又非常的强，所以今天审计部把它提出纠正，我想这个市政府必须要正面去探讨啦。是不是从公华重新去检讨？对此，农业局长回应：对去年到今年，虽然猎的数量有增加，但仍然比不过绿鬣蜥的繁殖能力，将建议中央采全国一致性的办法。我想绿鬣蜥咱当时政府足认真来配合中央政策，咱伫去年地介掠1400几只，到年底佫掠700几只。今年已经到目前为止掠3000几只。那因为绿鬣蜥这外来种的物种它适应本体之后的环境之后，它的繁殖非常快速，所以我们这边会建请中央政府采全国一致性来做一个统一一个处理，来加速铲除这个外来种对我们本土农作所造成的一个伤害。虽然市府农业局建议全国一致性的捕捉办法，不过嘛有议员认为，家己的所在家己来救，应该对源头或者是猎的工具专用管制来开放。对此，农业局嘛回应，会来向中央反映。台南新闻林根采访报道。基美医疗财团法人基美病院8月1號進行新任院長交接典禮，由董事會代表柯春華監告，由原任首席醫療副院長林鳳瑩擔任新院長，原院長區仲慶則是專任董事會董事，甲總院的營務院長。基美醫療財團法人基美病院1號上午舉行新舊任院長的交接典禮，包括衛福部常務次長石崇良、市長黃偉鐵、甲2位副市長、成大醫學院的院長陳延勝，攏到場出席，場面盛大。在基美醫療財團法人基美病院董事會代表徐春華的感告，原首席醫療副院長林鴻龍由邱宗慶院長的手中接下印信，正式就任基美醫學中心的院長職務。而原院長邱宗慶則轉任董事會董事兼總院的榮譽院長。因為迄個病院的即個文化，即個公開的文化、透明的文化，這就是創辦人所主張的，咱病院泡愛當出來。所以咱的董事會講一句較白的，就是講足清氣的啦。對即個所有病院的即個資源的攏無過回到即個董事會，所以病院才會當發展吼。所以嘛是感謝即個廖董事長呢，伊講病院的目的毋是要賺錢，是要服務社會。感謝創辦人，多謝。今天其實我抱着誠惶誠恐的心情因為在過去這段時間裡面，奇美體系在邱院長的領導底下，不斷的成長，不斷的蓬勃發展。最重要的是能夠提供人性關懷的服務，這個都是所有奇美人引以為傲的。那麼接下這樣的重擔，也希望各位繼續給我鼓勵，繼續給我指導，讓奇美能夠持續成為
奇美最受信赖的医疗体系。我想，身为台南市的一份子，我们都有目共睹。这些年来，奇美医院对我们台南市市民朋友们以及南部地区甚至台湾地区民众的医疗健康的一个卓越贡献，不仅在于医院本身规模的这个扩大，更在于对于市民朋友们以及民众的健康的影响，真的是让我们非常非常的感谢。因此，特别谢谢邱院长，谢谢林院长。那未来对于林院长，我相信大家都非常熟悉，也非常肯定将来秉承过去我们奇美医院良好的基础，继续带领许立美医疗团队来为市民、为全国民众服务。有一部电影叫《奇异博士》，我们也期许林院长跟奇美所有的团队，奇异博士能够共创美好的未来。感谢奇美医院，谢谢。新任的院长林鸿龙是台北医学大学医学系毕业，成功大学高阶管理研究所的硕士。民国84年进入奇美医学中心来服务，病院的资历27档。前后担任过基金部的主任、医务秘书、医疗副院长、加首席医疗副院长等。无论伫医疗的专业，或者是行政管理的资历，相当的完整。希望未来伫伊的带领，会用为民众提供更较好的医疗环境加医疗的服务品质。台南新闻林根采访报道。世新大学8月1號舉辦謝任甲新任校長交接典禮，第10任的校長由陳清和上任，典禮非常熱烈，有將近400位省官學界代表出席祝賀，現場熱烈又個溫馨。世新大學第20屆總治會111年5月6日議決，敦聘陳清和博士為世新大學校長。世新大学8月1號舉行新卸任校長交接典禮，第10任校長陳清和正式上任。他投身教育界超過40年，也是世新的校友。過去曾擔任過台視董事長、世新傳播學院院長等職務。接任校長後，首先要面對的就是少子化的挑戰。對此，陳清和表示，世新有天時地利人和的優勢，會用特色教學贏得學生跟家長的認同。天時的部分是因為我們在這個時候做了一個非常大的一個轉型，地利的部分是我們在台北市，人和的部分是我們的內部的同仁跟老師們一起的齊心合力。我覺得這件事情是我們在面對少子化，世新大學可能還不會有那麼艱難的地方，但是呢，我們也不會掉以輕心，而是需要做更多的準備。那麼這個更多的準備呢，我想不外乎世新大學66年來的一個非常重要的特色就是傳播。陳清和表示，傳播媒體是世新的特色，上任後會積極達到數位傳播貫穿各學門、數據智能結合各專業的特色教學目標。他也強調，在數位科技時代下，只有變化才是不變。也就是說，我們怎麼去用我們的傳播學院的強勢、我們的特色，把我們的管理學院、把我們的人文社會學院、把我們的這個法學院這些教學課程產出跟產業之間的距離把它拉近，我想這件事情是我們一定會做的。第二個呢，是面對科技變化的時代，我想只有變化才叫不變，所以我們就創出了第二個口號，叫做數據智能結合各專業。數據智能不外乎就是 ABC 嘛，一個是人工智慧，一個是大數據，一個是雲端。那麼結合這些數據的工具之後，我們就結合了各專業。現任校長吳永乾後續也被聘為法學院的專任教授。對於8年來世新的蛻變，他感到相當驕傲。同時，他也指出，台灣的學費可以說20多年來都沒有變化，但教育需要成本。他也呼籲教育部要讓大學自治。我覺得辦學是需要成本的，特別是要把學校辦好，你要找好的老師，要給好的薪水，你要
有好的设备，你也要有资源，那么才能够来支应。那所以呢，我觉得在这方面，我觉得教育部应该要对大学自治，还有对于这个大学的发展呢，应该给更大的自主的空间，那么更尊重这个从事教育工作第一线的这些大学校长们的这个发展校务的这个意见。陈清和校长表示，上任后会致力打造只有世新才有的特色教学，像是去年底启用的跟好莱坞技术同步、亚洲第一座占地470坪的 LVS 智能设置基地，结合最新技术跟产业链接，强化学生的理论跟实务能力，让学校口碑持续加分。记者赖伟一台北报道。台南市长陈선林、商玉峰日前淡出南山公墓全区保留以后，8月1號佮公開徵求37區的區長，伊表示只要有專業，願意甲伊共同打拼，發展區情的優質人士，攏會當去應徵。台南市長陳선林上訪選地南山公墓正式參選，宣布全區保留作為市立美術館本館印花議題以後，上午嘛表示，選市長唔是選一個人，而是組一個專業治理的團隊。所以，對8月1號開始，為期1個月，公開競選37區區長，結合各區的優質，共同來發展區情。我觉得今天政治还是要回归到人民民主，而且要回归专业。我们相信，其实很多在地的问题，在地的年轻人或者是像我们这种返乡中年最清楚，而且他们具备像这样的专业。可是往往在选举完以后，这个区长呢就变成了所谓的政党分赃跟垄断的事业这样子，所以他们就是垄断了这样子，而让专业无法进来。所以我们就在选举的时候，我们就号召在地人来关心在地事，在地人最清楚在地事，在地人来提出在地事的解决方案，那让人民民主回归专业。甘真正有人愿意挺身而出，交20萬的保證金，共同投入選戰，嘛成為區長，1個月會當領到137575塊，並且實現夢想。參選人認為，已經有真濟城市規劃上發的精英甲因接觸，伊袂煩惱無人來應徵。這些人不乏都是所謂的環境議題的專業。都市計劃的專業，甚至行政管理的專業，這些專業呢，在過去的政黨壟斷分贓，只能做一些小小的服務，他們拼命的服務這些政黨，最後這些政黨只選取了最大的利益，政黨利益跟財團利益，他們是非常的氣憤，所以我不擔心。不過，今日和外界有公開買官位的顧慮，團隊表示，區長原本就是市長的任命權，強調在地問題就是交由在地解決。台南新聞管及何秋邦採訪報道。安南區市議員參選人蔡立青結合發行保證等單位所組成的志工團隊，在安南區做公益，免費為民眾義診、按摩、甲歌唱表演。第2站前往雲南里活動中心，場面非常熱烈。參與這屆安南區市議員選舉的蔡立青，在民進黨內服務20多年，清澈認真的特質，讓伊累積了真濟人脈資源，也認識了不少有着相同理念的朋友。大家攏是要為社會盡一份心力，所以這次特別結合各界資源，打造安南上青公益平台，成立各社區為民眾服務。而這次在雲南里的關懷活動，就邀請到曼都時尚髮廊、米蘭時尚髮型、美菲斯美學館等愛心企業做伙來做公益。安南雄青我們今天來的是蔡立青團隊的安南雄青的一個公益活動。好，那其實我們中華圓夢公益展望會一直做的部分有2個部分，一個當然就是撥金。我們不是只有做這一場，我們已經做了40-50場了哈。那第2個就是我們在做一個硬筆的一個推廣嘛哈。那這個撥金我們都希望大家真的可以一起來。像我旁邊這個台灣新住民人權展望協會的張進祥理事長也都是。其實我們真的是集合一群大家一直在做公益的這些夥伴，希望能夠一起來做好。對社會對這個有一些正面能量的一個
部分的一个故事哈。非常感谢咱今日活动，又个是由着咱的曼都发廊跟我们的菲斯美学馆，然后我们建立了一个公益平台，结合我们的社会资源，到我们安南区的各个区域各个角落来做公益服务。那我很感谢我们这些社会的公益单位，他们都全力的来支持。那到年底以前，我们还有10几场的公益活动，那需要大家大力来到三江来参与。那么欢迎有这个兴趣、有这个心要来做服务、做志工的朋友来加入咱的团队。蔡立青表示，将公益资源扎入去社区，让行动不便的民众会当就近参加，行出户外联谊，照顾到真正有需要的人。这款的公益活动更加有意义。蔡立青也特别感谢协助帮忙的曼都时尚发廊聪明店、美菲斯美学馆。还有平常时合作的米兰时尚发型等单位全力支持公益活动，让爱甲关怀会当散布到各个角落，也欢迎有相同照顾理念的民众报名加入志工行列，做伙来做关怀。台南新闻张硕维采访报道。钓过真济世界比赛奖牌的饭店金牌主厨许玉兴，又阁有独家创新的地点要来推出。伊将传统兼两零结合即马流行的司康，选用国际精品级的材料，用手工精心制作出司康黄金酥。透过报道，带大家做伙来看卖。台南远东香格里拉大饭店特别结合全台当咧大流行的司康，甲经典不败的咸蛋黄，由饭店得奖无数的点心房金牌主厨许玉兴设计成的司康黄金酥。特别选用国际精品顶级的食材，而且全部是以手工制作，独家创新的风味，吸引消费者上门。口味我第一次吃过这样的，还有里面包蛋黄的，然后比较绵密，还不错，还不错。以往比较少吃到司康有抹茶口味的，然后蛮浓郁的，然后加上咸蛋黄在里面也不会太干。咸蛋黄。那咸蛋黄一般感觉是像月饼的东西，那加到司康里面，让甜甜咸咸，口感会不好吃吗？不会，我本来以为会很干，像蛋黄酥那样，但是它不会，它的司康的那个饼干体比较湿润一点。所以还蛮搭配的。对，蛮搭的。不仅蔓越莓乳酪咸蛋黄口味，饭店另外也推出抹茶、伯爵巧克力等，希望会当满足各个消费族群。台南远东香格里拉品香坊推出了司康黄金酥，是由我们的西点主厨阿星师傅精心设计而成的。那它是选用时下最热门的英式甜点司康跟台湾的咸蛋黄做创意的融合，那都是全程手工制作。选用的食材也都是非常的讲究，它选用的是法国的面粉跟屏东的咸蛋黄，那秘制调配之后制成那个4种不同的口味，分别为蔓越莓乳酪、伯爵巧克力、日本抹茶栗子，还有兰姆葡萄。中秋要到啊，为了满足消费者中秋送礼需求，饭店更是推出早鸟专案，只要是8月16前完成预订并付款，就当享有优惠介绍。台南新闻张硕维采访报道。感谢你收看8月1号的中嘉台南地方新闻，我是陈美纯，咱再会。